有血管胰島點算好啊？有血管阻塞嘅，注意啦，其實85%嘅血管阻塞咧都唔使過度去治療噶。記得呢個1000年嘅化瘀科，成本2蚊雞都唔使，1個禮拜飲一次就得噶啦。無論你冇血管阻塞啦，呢條視頻認真聽認真記啊！咁血管阻塞佢演變成腦梗啊同埋心梗啊，佢真係唔係開玩笑噶。一個人瀨嘢嘅話，你成個家庭啊都要圍住轉噶。喺我哋中醫角度嚟睇啊，細到我平時頭暈頭痛、胸悶胸痛，大到嗰啲氣管阻塞或者係三高呢啲問題啊，佢大多數都係同我哋氣血瘀滯啊同埋痰瘀互結係有關噶。一旦氣血流通唔順暢啊，就會好容易造成血管阻塞啦，甚至引發唔同嘅風險噶。聽落好複雜啊，其實咧調理起身就好簡單嘅，唔理你幾大年紀啊，你都可以去準備呢個方法嘅。攞丹參15克、山楂10克、陳皮10克、紅花3克一齊去煲水飲。佢哋啊活血化瘀、驅瘀通絡，有助於疏通淤堵啊，輔助我哋調理三高呢啲問題嘅，降低我哋風險啊。重點係啊，呢啲材料啊，你千祈冇揾到流嘢或者質素差嘅，唔係嘅話，你飲再多都冇用噶。咁如果你唔識得點揀呢兩個材料啊，喺視頻左下角有真材實料嘅成品噶啦，你帶翻去啊用滾水沖嚟飲就得噶啦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趁依家抵買，快啲帶翻去試下啦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